我真的抗议到底，就在我家门口，离没有20公尺啊！我们要怎么做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我喺做书场呢，一车的3排啦，土地面积睇有700-8片安泰啦哈。啦，高兴呢是苗栗市的西山公墓。背后呢，有种父母呢一盘床，顺头呢有银木哦。不過最近有業者講到呢種嘅車3排度啊，來起種嘅靈堂變禮堂啦哈。本來種帶到幾路度嘅民眾呢，再來叫做攀喪屍，還個攀咧翻山儀式啊。不過新村里裡面講，呢為什麼先到非常好，因為呢銀木暢權嚟嚇，還個有一種交通通線啊，又唔係講非常適當。另外呢，苗栗縣已經有全島啦嘛，最大嘅個後量嘅。福祿壽嘅殯葬園區，呢啲導遊我們講當然啦嚇，不過民眾因為講，臨撇實施係咪種適種嚟管理下適合嘅呢？但係行業嘅新村里五福宮，堂菜體向前意見係乜嘅？韓國堂政府部門，韓國專家學者其實想法乜嘅，搶共同嘅關係。以下節目講頭嚟到你新村里嘅五福宮哦，其實呢到五福宮呢，呢年嗰種嘅ETT啊嚇，也冇幾遠啊，可能過去嗰種鳳凰奶預辦場嗰度對面是係呢個種嘅天法莊嚴沙嘅實嚟種嘅禮堂，變禮堂變靈堂嘅地方啦嚇，像咁樣向前你新村里嘅里面嚇，做到年年大家都關心啦，見對佢哋嘅生活品質啦，甚至交通嘅品質啦。環境嘅影響其實都非常注重啦，故所向下來討論。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主管呢，你苗栗縣政府民政處生命事業科科長賴木山賴科長，你好。各位鄉親哈，大家下晝好。下晝好哦。所以賴科長雖然不是客家人，可是在苗栗工作一段時間，也會講客家話了。好，謝謝。再來係到你苗栗後龍鎮設立嘅就學校嘅。現地義府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嘅處理教師邱坦呢，邱教師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再來係相關的你中華民國中醫商業統一公會全國聯合會嘅秘書長歐陽克也，歐陽秘書長你好。主持人、來賓，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其實到2月20號嘅時節哈，當時嗰種嘅。天法莊嚴沙要來到呢五福宮嚟召開呢地方上嘅說明會哦，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我真的抗議到底，就在我家門口，離沒有20公尺啊！我們要怎麼做啊？苗栗市新村里的民眾不滿海子牌頭屋卡對面怎麼看得到殯葬設施？土地天地頭前圍起拍布條，講到而且生命禮儀會館堅持反對。苗栗那個福祿壽園區。哦，安泰話全省真有名。既然佢每日天國、永泰、福神、莊雨沙全部都係佢拆嘅，我到嗰度來，按咗萬年都要行到開那個。你空氣污染人、住家安全，那個依法行政，冇可能嘅事情啊！好，你現在殯葬業嘛個就有條款有問題，你可能強嘅啥？哦，我也聽到老官員講啊，今日的選舉前講也冇去，你選舉後又來做了很，俺講啦，到時我就更加激烈抗爭手段啦。本來係變做農牧用地嘅地，總係順著朋友者申請換做殯葬用地。採地居民講，後龍福祿壽殯葬園區時車做15分鐘就到位咧。傳統嘅路，各係當地居民全以為搶熱透露，但現損響嘅設計已經都冇利片，無法度接受殯葬會館設好了後會影響交通。這一條是往後龍的唯一要道啊，對不對？這一條是往那喜愛隧道那邊啊，這上面就有好多住戶啊，都是進出都要一定要經過這邊的啊。所以我們新村里雖然說很寬，可是要道就在這裡啊。但是提出申請業者認為700平嘅空間無規範外表違鐵位，對附近居民的抗議表示無奈何。就殯葬管理辦法，單獨設計做禮堂同靈堂嘅空間，無規定而離出家當然。另外，為解決問題，佢咪會準備配套。在附近啊，會租用一啲場所來供所有嘅
咨询期间的居民来提供停车方便。那公司要有批托用接驳车来接送所有的亲友来啊。有专认为做好係合法申請，但是桃園區、美西區是生命理念會館，都是會引起民眾對殯葬設施嘅爭議同反彈。好，好聽新聞樣片先嚟看下圖面嚟了解下，到底呢種嘅那個禮堂變靈堂吼，實到那邊呢，呢單位吼是呢位數，那個面積呢，睇睇有700平到800平，按睇係3排梯車的啦吼，你係你講嘅。去後龍的龍港土吼，你係台6線志公路嘛吼，所以講你係條交通吼，你條路是較大了，路是較細，對面是西山公墓啦吼，那當然啦，對面是應講迄種嘅鳳凰奶個預辦場，附近要有任務吼，但是人咋講呢？唔是說我哋單位吼，唔會標那種嘅大體吼，是講要變到個單位吼。到時間，攀反山的時間，告別式跟人會送過來。我說民眾唔是按手啦哈，嗱面積700平，睇啲係150平哈，梯上3層嘅會館，裏邊有禮堂、有靈堂、有悲傷輔導室、有父母中心、有家屬嘅歇困嘅地方等等哈。我說建議咪講，睇下時候講，你要變嗰種嘅梯體啦，要變圍體，要變順啊，要講用把嘢啦，其實並冇啦，係主要講，一幾路都嘅人啊，哈啊，無奈何變靈堂，要講唔帶公益嘅人啊，無方便，都係有下舒服嘅環境嚟攀嚟嘅喪屍啦哈。你係一早嘅講法，但是你。睇啲詳情並唔係很詳嘅，像現場先開放俾你宣傳你嘅裡面嚟表達意見好冇？啊，看呢個阿伯。哦，主持人哈，然後各位先進啦哈，因為宣傳你嘅裡面嘅考慮哈，乜嘢呢？因為交通嘅問題哦，真係樣樣狀態。哦。咁樣唔講哦，老實話講啦，我冇乜相信啦。咁樣唔講，咁樣冇變梯體，佢新疆國家冇變冇。唔要哪一模，所以阿伯有兩隻重點，第一隻是講交通出差了，用公土動客啦，嚇，個志公路睇到後龍又係動到差。第二是講你喺條期做下去，還有第二期、第三期嘛，個忙得啲嗬。好，搶錯。OK，謝謝。韓國呢個太高嘿。唔見咩朋友講覺得宣傳你，伊都會生意人看人家怎麼做爸爸媽媽、做阿公阿婆嘅，人家支支將來人多多都鏘啊，叫上乜個都要。喺做阿爸阿妹、做阿公阿婆嘅，人心態輕樣嘅想，跟人家怎樣我來怪新娘禮服公司咯。安尼同時就講，即個考慮人家下一台嘅問題，唔係為到人即個為到人家賺錢，殯葬業動都冇錯，東南亞都殺到苗栗咧，最大的在我們苗栗後樓，過去就沒有5公里啊。好，了解太高意見吼，還可以了解太高係冇？係。哎呀，新村你本來這個後所在。也沒人沒去，又有公墓，又有肉獸場，又有動物的收容場。現在來一個殯葬業，真的，我們新川里也是間接的事實的這個反對，這樣子。新川里雖然算苗栗市的呀，但是你苗栗市的市區給路都較遠，所以古所以就鄰避設施，總下都集中到新川里來。哦，所以我們事實就反對，嘿，又來一個殯葬業就麻煩嘞。好，所以我們事實就反對，好不好？好，謝謝。好，剛才想先強調一下賴木山賴科長，就是說，其實業者是說他是按照這個殯葬管理條例第14條來申設，單獨設置禮廳跟靈堂嘛。但是我們也知道，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也就是說，他跟地方的主管機關來申設的時候，有這個6個月期間是可以作為準駁之用嘛，哈，那可以延長1次，那最長可以到3個月。那我就要請問一下，6月20號來開說明會，但是居民沒有進場，業者是什麼時候來跟縣政府提出申請的？那這個6個月的準駁期已經到了嗎？還是說延期到最長9個月？這個期限什麼時候是 deadline？告訴我們好嗎？謝謝。詳情的問題啊，一早哈，係依照哈，那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第6條第1項。是苗栗縣地方自治條例嗎？不是，它是依照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來申請，對。6月20號的這個說明會是不是有效？係咪有效的問題？因為到今本為止我哋因為4月3號有發公文咧，係叫做不震動的東西，包含然後附近居民咧，溝通協調啦，都要佢全部還忙送檢入來啦。5月
月份提展延，展延的期间係幾長年？剛剛甲主持人有講過嘛哈，100頃多就300年哈。所以都半夜帶係嘛？所以可能因為這個詳細的時間哈，我這個我還要。這個沒辦法在這裡講得那麼清楚。所以他就是5月份提出展延，那最長可以提到3個月嘛，所以等於說7月底8月初大概就是一個比較可能的範圍了哈。所以等於說他現在你們要請他補正很多資料，但是他還沒有補正。但是我可以看到說，在新聞資料上面，懂得地方報紙都報位嘛哈。縣政府佢講會注重地方居民的意見。這個所謂地方居民，你新村里民是同講啊，到底啦地方居民係講啊新村里民，呼吸實到新村里嘅，也係講苗栗市嘅，也係苗栗縣嘅，也係講新村里順頭嘅福利里啦、文山里啦、隔壁林沙都做得，到底啦地方居民的意見，這個地方居民的範圍是指什麼？這個有沒有明文規定？如果沒有明文規定，那縣府的裁量是什麼？所謂苗栗縣啊，殯葬管理制條第5條，留殺資留擴充的地點的毗鄰的哈村里民溝通協調。但是因為這種毗鄰的定義是在當然定義啦，但是我們就是會以要在殯葬設施周邊比周邊的地區的這個居民為這個考量。500公尺啊，還是1公里啊？因為這個定義很難明確定義啦。但是比如說，我現在就以福祿壽殯葬園區為例了哈。那我們當初的它的毗鄰地區就是龍坑里、龍津里，還有福寧里3個里啦。所以不可能說是擴展到整個市或者整個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其實這種殯葬設施根本就沒辦法推動。這個案子並沒有會不進議會嘛，哈，就等於說民政處就可以去做審查，決定可以不可以嘛，哈。但是要整個苗栗縣因也係請管刑了家安內哈，因為講做在東議會了監督的哈，像陳嗆高那個余議員哈，余議員。即使縣務單位通過了，還有一個叫做審議委員會。各位，審議委員會新村里民是不能參加的，議員是不能參加的，縣務官員有，還有那個所謂專家、教授、學者，可是他不住在這邊呢。還有一個。我必須提醒2位專家，他是用禮堂或禮廳或靈堂，可是呢，民政處長很明白地告訴我，他們一定違規使用，因為我苗栗縣苗栗市目前3家都違規使用，因為我們2個都說了，不違規使用無利可圖，所以一定是違規使用。可是那3家不是已經被請到福祿壽？不對，我的意思是，你去這3家裡面看。大體有沒有在裡面？有，不止1個，可能10幾個都在。他其實已經扮演了那個殯儀館的角色。有冰存這個部分。對，不過他是用靈堂或禮廳，這個就是存在所謂依法行政裡面先腐爛我們。那用所謂靈堂或禮廳的時候，它的符合條件非常簡單，所以它也不需要離住戶有幾公尺的限制。所以我要說。這一件事讓我看到了所謂依法行政所隱藏的，連議員連我都被騙了。所以我想說，那一天如果我們不來抗爭，我跟新村里民講通過了，然後我們再去抗爭呢，縣務官員說對不起，我是依法行政。各位聽懂我意思嗎？所以大概過程是這樣子。謝謝。好，謝謝余議員。但是你也看到一種國家所頒布的殯葬管理條例第9條裡面有講到哦。一種咧單獨來設立一種咧禮堂，並且咧靈堂，對啦戶口翻新體系，佢並無限制而你200公尺、250公尺，佢只有寫應該保持適當嘅距離，應保持適當距離。所以這個的行政裁量權，就是很多鄉親會擔心的了哈。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許高叔，因為法沒有去明文規定說到底這個你講那種咧。禮廳靈堂對於那個戶口繁盛區，應該是250公尺，像幼稚園啊、學校啊、水廠啊，哈都規定200，也係講200公尺以上。但是你到並冇規定，你係咪產生一條爭議的地方？前面的關鍵原人可能要先釐清啦。比如講，殯葬管理條例有規定，做人家的殯葬設施有分5項：殯儀館、火葬場、納骨塔、公墓、連亞獨立的單獨設立的靈堂，哈。佢也把看下要按那些設置單獨設置這個禮廳同靈堂，同意把它殯儀館冇重要，我想人家鄉親可能還要錢
显理清要的问题。告诉李天迄哪里做嘛用诶，灵堂迄哪里做嘛用诶？李天的灵堂基本上主要要判个别事啦，哈，不然要做按你时间，按你创体来使用哈。压着按你看压着法规来。该做得到周宅诶嘛？像爱反3前一按不会周宅诶啊，最多要做嘛？理论上，人家练兵电机迄做唔得推压到位做，哈，做唔得推压到，做唔得推压到创作来做案的。但是佢清白后，我出门经验，佢做的有推压判伊的个别事，佢基本上公鸡啊，都要判。所以一般来讲，我做成他个困扰係出門經驗啊，一般來講，要的實體可能就他有比如講殯儀館，佢都要變殺靈堂，要殺靈堂就像一般人都無卡，有的人都無卡殺靈堂，基本人咧要裝備過程的裝備就比如講無卡，有的比如講都太老，可能就冇適合做安尼，所以當到叫我比如講人家像人家苗栗依度安尼，不人家私人的個靈堂，但是一下法規來講佢冇合法。所以而家人家喺農福路書嘅做好以後，大部分注意欺騙，所以安尼情況之下，也到做嘅情形，嚇係一個現象。我聽依家也向前也講到，也到蔬菜交通啦，順當喺依度人家百姓腿啊，也係一個現實，嚇。但是從一個法律來講嘅時候，既然審查，縣政府嚟講，佢走佢本身嘅法律嘅立場嚟講，其實咧法律按你規定，佢可能。比如講，佢講咗佢走入嘅場次全部有鬆嘅時候，佢可能就每一陣就有困難。好，想要強調我們的歐陽這個秘書長，就是說，目前業者他是設這個禮廳跟靈堂嘛，在殯葬管理條例第14條裡面有規定說，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好，那它有下列的設施，譬如說有這個禮廳靈堂、悲傷輔導室啊、服務中心、家屬休息室啊等等這些之類的哦。那其中這殯葬管理條例第24條也有規定說，這樣子單獨設置禮廳和靈堂，不得供屍體處理或舉行殮殯儀式，除了出殯日舉行奠祭儀式，不得停放屍體和棺柩。那問題來了，假設業者偷偷的我就家屬要求啊，我就設啦，不然這個你說這個設個靈堂就大體沒有在這邊，我是在拜誰，我是在哭誰啊？家屬有要求，業者符合人倫之常去做這些東西，將來他違法了，工會對於這樣的業者有沒有什麼樣的約束力，或者說居民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自救，讓這些業者回歸到合法的這個殯葬條例管理裡面的合法的這個作為？我們大概要先了解說，為什麼要有這些私設禮廳、靈堂的存在哈？我們殯葬業哈，大概全國有4300家業者，也有反對的意見，也有贊成的聲音，所以我今天來這邊跟各位分享，並不是說站在贊成或反對的立場，只是說20-30年以來，你們內部就存在着不一樣的想法。是，這是當然的哈，因為我們回歸。這個殯葬設施20-30年以前，大概就只有公立設施的存在。那公立設施它大部分都是以殯儀館的方式去呈現。那殯儀館的方式，它當然就是可以提供大體的冰存，然後可以出殯，可以看到棺木，甚至呢，可以做大體香艷的使用。可是時代的演變，大家民眾漸漸的都往殯儀館來辦理後事，這個現象出現在我們的6都最多，台北的一殯、二殯、板殯，台中、高雄都漸漸有，所以它的量能慢慢沒辦法負荷的時候呢，漸漸的就殯儀館的周遭就漸漸來開放這些私設的這些禮廳靈堂，像產業的聚集一樣，就會變成一個園區的概念。對，那這樣子在殯儀館周遭，當然它的衝擊比較小。那殯葬它是要為未來來做規劃的，所以可能。將來10-20年，像現在我們今年的死亡的人數可能預估到17萬，到將來可能會慢慢的，到2030年的時候大概會有到21萬，到2060年的時候大概會有到34萬。那殯儀館的量能，它的負荷，不管在公立或者是私立，它量能的負荷會越來越重。所以這個部分是值得我們可以去思考的。其實你睇下殯葬設施，頭先你嘅秘書長講到，其實台灣人口結構啊，已經係老人家、老年人比後生人較多嘅。故所你話未來
可能要产生讲迄种诶神神兮兮的事情，迄非常正常，也非常紧来紧量紧态，所以唔单止迄呼吸反身体去使用瓶装设施，大家接受亲啊，唔系董事哈，迄唔系像都没有都。宜兰的苏澳有五老坑，拍个绿色博览会，拍假身面非常有名的这个种的五老坑风景区。今日地方苏澳镇公所讲，还有镇公所公有地哦，外面要来晒造火花丛、韩国的种的那不太用的并装设施，当天民众要产生生态的反应啦吼，都带一种的。去年都见也健康很用蛮现身等等新闻记者刚才了解一下，各种来讨论。哇，那这边就毁掉了。你盖一个在这边，以后谁敢来露营？一定不敢的啦，对不对？尽量不要盖啦，真的盖，现在很少说有溪边可以戏水了，知道吗？苏澳五路坑风景区因举办绿色博览会，国家的纪念六样东西，是宜兰当著名的观光胜地。但是其系统路才是庙附近有热带并重用地。去年传出苏澳镇公所安装起包含火葬场、那不踏入到并重设施，引起居民的反弹，将暂时停拍。我像咱那边要种地、种茶叶，以后都人家都不敢来买他那个茶叶，那个烟呐，那个烟一定会下伫敢你讲伫个地叶顶头，啊你也无洗啊，唔捌洗啊，所以敢讲拢无生理无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注意这个整个事件的发展。我们希望这个案子把它撤销掉，然后把地目能够把它跟动。虽然引起地方的反弹，苏澳镇公所暂时停落开发计划，但是带头五路坑巡防的居民还是动手，计划随时会启动。居民的惊吓就是惊安尼，惊讲忽然间到时阵伊搁要搁做咧，安尼阮正经日子就无好过啊。空气歹啊，搁迄个声音安尼是要人要安怎过日子？伊应该去做一个较适当的所在去啊。有一些零星的住户住在这里，所以说我们都会请在路口，重要路口的居民注意说是不是有大型的机具在出入，或者是说有没有很多一些密集的一些工程车在出入，请他们在第一时间帮我们做监测回报这样子。居民说，外头五路坑风景区设嘅并重设施，敢若引致恶性机咧暂时停拍。升级了后，乃是镇公所坚持要起，强快无法度动落改。敢若是结合关心嘅环保团体，向宜兰县政府请请，希望五路坑嘅后山后续是保留落改。新闻样片看到个宜兰那种五老坑啦啊，虽然讲种ETT 的夫群台摆迄垃圾的这个焚化炉，但是已经停炉了，所以镇公所讲咧，还正有体啊，来塞那种火葬场并那骨塔哈。夫群呢只有3户人家，唔系户口翻身区来，你形成李某乡庄，但是佢迄只清有名的风景区哦。宜兰县政府发的19年的时间，到来办那个绿色博览会，然后那风景区呢，会带通起来。所以讲咧，他那种绿色博览会，晒到东山乡去，系话，哎呦，无多你在苏澳来去攀的，所以了当时镇公所讲，我来做那种的设施，未来那种可以市场，未用使用人使用，同时咧，属于在当做镇公所的经费啊，在做地方建设，回馈俾乡亲啊，用钱也唔係咪唔好的事情啊，所以看到那種並裝設施然後環境之間爭議有哪一條呢？第一係必要性，伊到底有必要性無？再來係公平正義，我講按現在像台北市議員講到1兵2兵順頭買屋嘅較便宜，但係按現在做出啲嘅，嗰度係殯儀館，嗰度係火葬場。所以，我甘願用下社會錢去給他買屋嘅，但係因為已經殺到該位嘅去嘅，我主動用下社會錢去買屋買到該到嘅。但是新村你冇聽講，我年菜帶到兩位我你下我係新氣咋，我主動性變到冇睇去，我被動的接受，所以公平正義問題可能會產生出來。再來係衝突嘅管理，也是講縣政府都在因為面對樣實務面可能是這些需要，但是都管理當不依法行政裁量與懂得迄種政府所頒定的法規細項沒有去規範，留下很大的裁量權的空間，讓實質的民眾對那種政府的裁量權呢，有一點受力情感的散失了哈。想要先強調一下我們的這個邱教授，就是說，從五老坑的例子也好，或者說從這個新川里的例子也好，鄰避設施確確實實在這個選址上面是一個很大爭議，但是它又有必要性。好，那
要怎样顾及着先来后到公平正义或者冲突管理？你还建议系乜解？好，我想要殡葬设施哦，基本上就人家福利上来讲，就记载嘅嘅嘛嚟讲，角色扮演啊，其實佢係一個人的行為群體嘅聚集嘅所在，嚇。第二，佢係人家社會發通嘅一個隔離地。第三，佢係生死兩界對話的地方。第四，佢係一個文化傳遞嘅交友體。最重要嘅，要殯葬設施做得本人。要嚟民眾來解決人家人過身的一個問題嚇，所以對人家台灣來講，人家內政府佢規則嘅嘛嚟規劃，基本上人家台灣也現象，台灣也納骨塔各位鄉親知冇？也納骨塔空嘅盲標呢批做好合法咧，目前有超過800萬張。800萬一年讓10個萬啥人過身呢？10個萬啥曉得？假生人都用唔睇。係標記落身邊，全部都係標一落。台灣咩2300萬啥？係冇？你看以下有800萬張空位，照嚟講應該冇需要再去納骨塔，但是納骨塔存在嘅分批冇均勻啦，就係苗栗市都冇啊。苗栗市要去洗褲啦，要去頭髮，要去搓腳，要去那，也注意一個現象。哦，去配搭鄉鎮司，那邊錢又較多吼。兩批嘅錢嘛，叫做也對鄉親那個錢可能沒太問題。我建議一下公墓嚇，人家重鋪基本上國家立場來講，也唔會俾你新設立，除非講10年咧，10年咧要設立新嘅公墓嘅時候，叫佢哋限制標，其實要10公頃，是不是10甲以上？我要按法嘅素材，所以叫經過環評啊，也就。當到嘅嘛程序，所以冇按容易。但是以下邊一個服裝廠，全台灣許多奶全部都唔拉，加也必須重要講，也目前10個萬仔過身天天，加30年，加一批20-30萬啥過身時，人家10批他家就保持啊那個反對立場嘅時候，變個現有嘅素材按樣嘅來消化，按到嘅啊個。壓啲東西，所以壓部分人家要考慮。剛才像我前嗆到係那個驗證傅敏珍出啦哈，當時呢，其實呢種嘅福祿壽神明藝術園區，頭話講到苗栗市隔壁後龍哈，佢花咗11年嘅時間，頭尾從提出申請到整肅土地，到開始嚟施工嚟去驗樹等等等等，經過11年嘅時間，佢係用民間促進參與嘅方式啊，民間促產法 BOO， 由民間嘅廠商來起來營運來管理，用 BOO 嘅方式，總共28甲案發嘅面積嘅土地，但是係3.5公頃，係拿來做殯葬設施來用。當時院長講吼，做得蠻久，苗栗縣全縣18個鄉鎮市嘅需求，當時候這個。縣長說要來推這 BOO 的時候，說這福祿壽可以滿足苗栗縣18個鄉鎮市，還可以擴及到新竹到台中，表示這個量能其實是非常非常大。而且連他苗栗市頭啊，鐵甲新聞樣片特別講到3間嘅綜藝沙都連他太好改片咧，都太平洋大改片咧，要不有去講了3億這種福祿壽殯葬園區對不對？那我想請問一下賴科長，如果福祿壽已經可以滿足苗栗縣18鄉鎮市，過去縣政府的說帖是這樣子嘛？那我們還需要在新川里再設一個單獨設置禮廳或靈堂嗎？還是說這兩者的需求是不一樣的，要分開來看？你怎麼回應？好像這個納骨塔，當然剛剛邱老師也講了，其實不喺苗栗縣廳全國哈，台灣全部就超過呀。給公開講，這個數量其實已經夠用幾十年了，但是。另外的火化場跟這個殯儀館跟這個獨立禮廳靈堂啊，其實，在苗栗縣還是不夠用的，還是不夠用的。那當然，所以，當然如果業者，因為這個是業者，他依照殯葬管理條例，好，他提出申請，當然這是他的權益嘛，好，但是他的權益，那我們也不能夠說叫業者你都不要來申請，好，那當然他如果有來申請，我們就是依照我們的。相關法律來審查，所以縣政府做係審查部分嘅詳細來做，誒從事提防機密意見啊，所以提防機密意見，你還是把麥克風交俾你現場嘅來賓，好，了解詳情。苗栗市內後龍就2甲街天天啊，安全啊，
天发公司啱開都一支公路路龍巷都轉過去禮堂、靈堂，一離後龍鎮那個福祿樹28個殯葬園區安全，我唔知天發公司乜個意思，有乜個目的啊？係咪要破壞我哋嘅風水，也要破壞我哋嘅國家，也我哋嘅老百姓一生人大病，就是要去見福嘅天天，做到嘢啦位嘅。跟迄個我本來就生活滿意，跟我就做到南洋來攞我們嘅病哦。了解泰國意見，好，了解泰國嚇。我還是看到講把個泰體同做法師要分開來嘅。我此對下按導師咩還是講泰體還泰體標，法做法師還做法師，呀，一點。嗰樣呢還一點問題嘛嘅。唔講所謂講當出山當義嘅下，做得表英語天天，但是我有個疑問，喺英語一隻泰體，也係英語幾副泰體，呀，一時間也做一個盲點。我喺當義只有泰體出啊，我一判發揮一出山，我當義只有泰體多表，做乜個人留言咗一到18行。去個28家嘅殯葬園區，因為佢早就發現講，也係趨勢，對，也係為咗xã區嘅生活品質，嚇，也係一個有效嘅解決嘅問題。好，謝謝嚇。好，了解。係中午3呢泰國。現在我們就討論什麼合理性啦。老實話講，這地點就真的非常的不合理。這離着福祿壽園區，因為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到那邊去參加公祭啊。這個距離只有在3到5分鐘，你們這就說合不合理嘛？再加上它距離社區啊，大概只有20到30左右。你說這些鄉親怎麼辦呢？好，謝謝大家啦，謝謝啊。好。那問題我想請教我們的歐陽克言秘書長，就是說，事實上。因為現在是工商社會的居住形態也改變了，所以這些鄰避設施無可避免。就像剛剛教授講，6都裡面其實很多是跟人口繁盛區就是緊鄰在一起的。我們來看看，就是說這些殯葬設施必要性裡面，譬如說都市化就是一個很難去避免的一個大的趨勢。再來就是說，在工商社會裡面，大家可能生活作息不像以前是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住在伙房裡面，這一家人有需要幫忙，整個家族宗族都會過來幫忙。可能現在大家要上班，所以這個部分也造成一些需求產生，甚至一條龍式的服務啊，從這個殯葬鏈啊等等哈，包括文件的申請啊、辦理啊，這種便利性，也讓越來越多這些可能不是這麼熟悉或沒有這麼多時間去處理的人，可以享受到殯葬的專業服務。殯葬設施哈，就是提供給我們一般民眾哈，規劃陪伴我們自己親人最後一程的一個地點，好，所以它不外乎要去注意它的量能，好，如果以公益設施來講哈，公益設施它必須它的量要足夠，否則當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比較說往生者人數比較多的時候，哦，我記得在1年多前的一個過年期間哈，那個各縣市的殯儀館都爆滿了。那因為量能不夠，所以這些我們治喪的民眾就往我們的一般在6都施設的這些私人會館來進行他們的治喪工作。所以這個量的部分，有時候啦，某些時候這些私立的會館可以消化掉一些量啦。現在普遍我們國內的公立設施還是它的品質還是相較於私立的設施還是差蠻多的。但是我必須要提，我真的蠻羨慕我們苗栗的民眾有一個福祿壽這麼先進的一個，我去參觀過，我非常羨慕。殯葬條例的第68條也有規定說，即便你是單獨設置禮廳和靈堂，它也有規定說，不得製造有噪音、深夜喧嘩，或者是其他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等等的活動，那也不得在晚間9點到第二天上午7點之間使用擴音設備。這些是不是也就是為這個可能設在戶口繁盛地區的單獨的設置禮廳和靈堂設下了一個行政管理，就是說你必須要對這個周邊的環境影響到最低，是這個用意嗎？對，自從我們有殯葬管理條例實施以來，它就是一直在規範我們殯葬業的行為。所以這個部分也
终将要借由公权力的实行。哦，如果殡葬服务业者有违反这些殡葬管理条例的话，哦，我相信我们一般民众都可以来检举，来做适当的开罚。在殡葬管理条例里面也都有相关因应的罚则。所以罚是罚商家还是罚业者？罚业者。罚业者。好，其实咧哈越来越多嘅种像公立嘅殡仪馆嘅顺条，也不实就是所谓嘅殡葬延期，顺条为70千度嘅相关嘅业者联合到强下，到台湾也哈目前民营嘅啦哈，手术机就系合法嘅，所以看下配合地方到中立佢哋嘅做法係樣板型，等下go繼續嚟討論。目前中立培元路规排的生命礼仪公司，每节人工的总年下对面系公立的殡葬园区，做殡葬业差不多20年的业者讲，往摆系等人土马总年下，而且个有各种的年龄，引致社会的环境变迁，未产生无相关的分工方式。厉害葬仪社无像以前讲，去甲爱学按多年，去甲爱比如期间无慢慢的一支买，你遐无按样去做咧，你遐全部系讲，哎。有安尼发生的时间，来个别是日期，从所全部听后日后，来下单，还要再订单本厂商来讲，来可能即时爱判个别是，全部爱用哪期，即时送到。都市发量后，往摆同几条街路封起来判送你的仪式，他都会去没东西看到嘞。屋卡我无方便啊，喺度睇了当我就来表演的田连咧，去体验到个田连，属于10年的空间哦。米萨有10年的空间，比如就将人到屋卡的这种感觉。无相关的检防度规划做一格，各一格的认同，先后时间就有人规划好葬礼的流程，殡葬产业进来更专业化。但是对一般民众来讲，还是欠缺无数反映的临皮设施。高雄市政府未按算而是专区来集中管理。民营殡葬园区的业者是讲，就算92年都已经申請合法來設，都少還係會受到附近民眾的抗議。我们有提供比如说新善专案啦，就是说照顾弱势家庭啦，就是有提供公益计划的这个部分，然后也使得就是这种我们做出了差异化之后，然后使得就是这附近的居民也慢慢的可以去接受这个环境这样子。台湾的人生发布跳动脚对送礼每较偏向简单低调。殡葬专区提供所有完整的服务係有必要，但是殡葬的傳統民眾影響度還係有當道的佔起，所以都少會看到殡葬業者強調倡議舒適的環境，而不民眾冇按鏡同手。好，看在新聞樣片，還繼續討論是講，到管理方面呢，用版型透過咧就法律規定規範呢，使得咧就業者也好。商家也好，做得有一下合理的情況嚟判理啊，上司本人嘅親人嘅朋友呢，行了人生最後嘅階段，都有當尊嚴嘅哈，當莊重的走完這一程哈。所以可能一條多衝突管理嘅時間，行政的或者是政策的手段有哪些？譬如說在預防方面啊，就是說這個公共利益，我們剛剛講說在殯葬管理69條就講說，這個晚上9點到第二天早上7點不可以有擴音設備哈，這是預防性的部分。緩和的部分呢，就是說，你哈行善了咋？有可能而賽着行呢，要公民參與，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苗栗縣政府民政處要求說要到地方上來開說明會，就是要有公民參與這個部分。可是鄉親會很怕，這個公民參與開說明會只是跑行政流程。你開了，我們都沒有來參加，或者你找隔壁里來簽名都算數的話，那這個行政流程跑完了，你說我有公民參與，可是在地鄉親都沒被徵詢到，這個問題症結點就產生了這個部分。再來是控制部分，到底什麼樣的總量管制，是不是需要已經可以滿足苗栗縣18鄉鎮市的後龍的福祿壽殯葬園區都已經設下去之後，還要再繼續新設嘛？哈，這個是可以來討論的。啊，像現場個葵豐本地嘅地方嘅詳情，好，了解太高。冇你冇再殺嘅，所以我係傾田法嘅同董事長嘅吼，冇殺，也很田骨啦，佢哋全部都要去福祿壽嘅，你再殺，這個衝突太踢埋到嘅呀。人家都冇殺咧，他過去嗰邊有買過新的梯啊。投資錯誤嘛，就同買股票咁樣認賠殺出了，你做按你情緒。按你啊，你田貴，
也哈当时因为讲可以做有利可图嘛，但是也整个环境没有利烟，没办法咩，人口没清多啊。上哥了解，李总系无？庄二三申请李天后莲塘，讲喺党学堂啦，去杀莲塘，佢无睇铁嘅话，无骨灰，我样啊送出门啦，抢太衙門，又咪要對咪叫啊，哦，按你發實時蓮塘，佢政府卡判出嚟啊，後邊都會加床梯來判，也就萬幹偏貴啊，哦，也都天法莊二三萬幹偏貴，所以啊冇必要興建莊二三，冇必要先，假使天法莊二三按有事咩法，提一百票提供出來，本係現在嚟做發展中心，好唔好？好，了解太高。都福禄寿去順康，20年前我大學同學高神，我去到台南，我第一擺去到要安好嘅素材，3條蛋糕，唔來賣啊做得，唔來塗裝，嗬，來火花全部有，順康有120件呢裝二沙，全部都在攀一樣嘅。也公家還公家，10年還10年，哦，嗰度我希望縣政府將一條輔導多幾片去，莫搶物嘅也係苗栗、竹南嘅文化路都好，苗栗都唔拉社會啊，哦，冇需要講做到咁多。習總管理綜合70到福祿壽係啦，較好嘅辦法，我開放臨時動議為你現場嘅詳情哈，那個係4個位。像科長還有就是教授有講到很多，就是像我們殯葬管理自治條例或是殯葬管理條例，的確很多是沒有做就是明文規定的。對。可是我們回歸到它的母法，就是民法第1條，他說民事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時候，就是按照習慣或是法理嘛。那如果我們苗栗已經沒有這個習慣，說就是大體跟靈堂是就是告別式是分開的，或者是說在法理上來說，你的殯葬園區就這麼靠近了。那為什麼還要特別在這裡？就是而且它是允許一個私人的殯葬就是殯葬業者來這邊設立這個。那這樣子，如果縣政府他同意的話，那是不是有圖利特定廠商的嫌疑？那我們一般的民眾是不是也可以把我自己的農地，那我想改成建地，我也來申請？因為殯葬用地是一個特殊的用途。對，它現在是農牧用地，它要申請特定目的用地，然後把它變更為殯葬設施用地。是。那既然它已經是到更高層級的特殊的殯葬用地，那它都可以通過的話，那一般民眾我只是把我家農地改成建地來蓋農舍，那是不是也是合法的？所以你覺得法的認定的解釋上，反而會留下更多的後遺症就對了。是。好，謝謝。還有哪一位鄉親？那個鄉親，好，了解太高。只要多數里民新川里啦，多數里民不同意的話，縣長那邊絕對不會通過，對不對？那一開始那需要白紙黑字新川里民來聯署嗎？不然這空口說白話。然後一開始議員也講了，除了課長以外，其他官員都幾乎都已經通過了，都已經等於說沒有異議，沒有異議通過了。那現在就產生一個問題。不知道是縣長，不好意思，我講的比較難聽一點。不知道縣長愚弄新川里里民，還是說被他的屬下愚弄了？好，那旁邊那位大哥。工會的長官，他說啊，如果我們檢舉的話，可能會開罰，但是知道一點，所謂的可能，並不說一定會開罰，因為呢，所謂可能。也可以不開罰，對不對？所以說大家一定要清楚，不要被騙了啊！我們大家一定，我們的頭腦一定要清醒，眼睛一定要亮，因為可能會開罰，怎麼叫做開罰？大家知道嗎？但是請問大家，開罰對我們也不痛不癢，我們拿到了什麼東西？我們他已經騷擾到我們，對不對？還有這位小姐，那今天大家討論的都是針對公益，就是殯葬設施是公益面的問題。可是大家有沒有關注到，今天業者來申請，它是私人的利益。那私人的利益跟我們全體里民的權益來相比，來做權衡的話，
县政府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那再来是说。本案的业者，我觉得他除了公益性质很薄弱，那我有看到那个业者他在跟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他评估苗栗市区有很多商家倾向就近治商，所以他不考虑，他就觉得说福禄寿虽然有一个殡葬园区，所以他还是希望在这边设置礼厅礼堂，但是他说苗栗市区有倾向就近治商，有没有提供评估的报告书？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为什么不要去选距离福禄寿比较远的地方，而且有此需求的地区来设置？好，那位大姐，对，就是你，哎，对。我看到很多长辈为了这件事情很伤心、很难过。他们平常守着家园，守着这亩田、这个小房子，就为了假日，孩子们会回来看看家乡。看看长辈，如果这个地方设置了这个东西，可能孩子们、孙子们就不想回来了，会怕。那他们流着泪说：“我们几代相传的土地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以后就是荒废的，没有人烟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我好好的观察了，它是2高的一个交流道的交接点。那去年有一个 7 在这里。很漂亮，很多人，尤其有很多老外也到这里来做照相，对，拍照打卡。那如果像今年我们的 U-Bike 已经开始成立了，苗栗有喽。如果县政府可以把这个地方设置一个 U-Bike 的点，那么外来的县市观光客，他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路很宽，很好停车。那他们骑的 U-Bike， 我们这里有自行车步道，非常的美的山景，非常的好，欣赏我们美丽的山光水色。所以您认为说苗栗市公所甚或是苗栗县政府，应该对这个区域有更大视野的规划和看法，不是说今天业者他合法申请，我就来做审查。那业者已经投资的，可以转变一下嘛？哈，这个地方我投资错误了，那我转变一下。可能我用一个休闲旅游的景点，喝个咖啡，小小的简餐，让这些游客们可以来这里停下脚步，看看风景，欣赏一下我们美丽的山光水色，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很温馨的人情冷暖。好，谢谢，谢谢。好，议员还要补充是不是？嘿。所以在这一本联署书，是我们大概新川里所有的居民。大概有1000多份的联署书，这部分呢已经送到县长办公室去了哈。还有现场乡亲有意见的吗？好，那边还有位年轻的。这里盖这些这种设施啊，基本上是受益的就只有业者而已。那像一般的治商的家属啊，大家只求的就是顺利完成这些事情。如果有更好的环境，一条龙的服务，不管多远，只是在后龙而已，是不是更好？而且现在讲求的是。集体管理嘛，那像我们工业园区也是一样啊，是工厂要设在哪里？那我们那个治商的环境是不是也可以集中管理？好，然后达到最大的效率。对，像那个我们一般民众住在附近的，影响是日日夜夜，啊，治商只是一时的，啊，里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对，是这样子。谢谢。好，谢谢。有很多乡亲提到，这是民营的。所以民营的部分呢，这个公共利益，这个可能是他们认为民营业者本身的商业利益可能超过这个公共利益。那大我与小我呢？因为这不是公立的，如果是苗栗市公所要来办，或苗栗县政府要来办，大我小我可能他们会觉得说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所以选址就变成了一个重点。先请教我们的欧阳秘书长，就是说，其实这旁边就是福禄寿生命园区，您应该也说您去过，觉得很不错。那所以，如果这个业者他真的要设在这个地方的话，他是不是要在量能或服务的品质上面要远远的超过这个？否则的话，他很难能够长久的这个经营下去。就一个殡葬业者而言，他要来申请一个殡葬设施，他必须要有最基本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市场的需求。哦，那他今天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福禄寿的园区，就在附近不远处哈。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对它本身而言挑战也蛮大的。它的品质可能要相当优异哦。另外一方面，它的优势可能就在于这个就近办丧事哈。当然听各位我们这些里民的建议哈，如果各位真的不买单的话，其实这对他来讲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好，赖科长，这1036位我们新川里民的陈情书哈，那这个邱议员说他会交到民政处去了哈，那县政府会怎么样来看待这1036位新川里民的联署？当然啦，那殡葬管理条例哈，没有要求说要跟居民要举行沟通协调，但是我们县政府非常的有诚意，在我们的苗栗县殡葬管理自治条例，我们特别把它加下这一条，就是说，他要跟毗邻地区的居民、村里民要妥善沟通协调啊。这个就是的县政府哈，懂充实大家的意见哈，老反映。好，当然也大家6月20號嘅說明會，然後根本也呢村民大會嘅節目哈，大家。表達咧欣賞然後意見縣政府非常的重視一定會讓人哋嘅意見對我哋審查嘅時一定會把它納入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依據。該最後我想參考許教書啦因為今日你投入咧係咋民意呢？但透了實質嘅禮堂並靈堂，故所我想問一下，今比你從嗰種村民大會開下來以後，你認為有哪些東西是他從業呢做對人努力嘅？我相信當初嘅係你入閘，其實照入法規來講嘅話，其實佢來申請，加口中也有講，我依法來申請，我有人嘅權利，但是入閘實施呀，入閘內容都有地方係咪適當，入加主持人講，佢選址係咪適當，也係一個問題。所以入閘批核要執行，係咪入閘除咗利益、賺錢、生意以外，你係咪考慮到大家公眾嘅效益、大家老百姓大家認同、環境、睇環境嘅問題，入閘必須要有安尼認同。感謝許教授。我想今比你只民意嘅入閘，我哋實了就單獨嘅禮堂並靈堂啦，受到你新川里苗栗市嘅委所，同到鄉親講，其實咧係民間嘅企業，故所富裕生財可能係只申請入閘嚟思考嘅問題。所以如果新川里民都冇分野時節，富裕生財咧事業是可能嚟好好思考一下。那我頭下嘅咧秘書長有講到是講，所謂嘅一種嘅鄰避設施啊。大家都冇希望當然不搞順頭，係咪公立的殯儀館，或者說已經有的這種 BOO 這種民間出身太嘅量能的這種產業的一個聚落，然後給它硬體嘅部分，都提升起來。然後民間業者都提供專業嘅高品質嘅殯葬嘅服務，像官方然後民間雙方來合作嘅話，可能在結結用現代一種鄰避設施、鄰撇設施，一種嘅大家無效嘅用現嘅情況，都係減少嚟發生。同時咧，都係鼓勵你大家現嘅生活品質，韓國鬆種嘅就係你嘅往生者，人生最後嘅迷路，都係種養種衝嘅來行。像今日村民大會問大家嚟做參考，以上嘅村民大會將下禮拜持續收聽，希望大家支持。謝謝。